大家平時會照顧面部皮膚啦，定期去做 facial 管理啊。不過因為平時唔會俾人見到咁私密嘅部位，好多人都會忽略咗私處或者較隱蔽皮膚嘅護理啦。其實私處都係皮膚，甚至係好敏感嘅部位，更加需要日常嘅保養同護理。大家如果有私處汗臭、異味或者痕癢問題，可以使用呢支男士私處呵護噴霧作日常保養。好多男士都中意做運動，容易出汗啊，有汗臭啊，而且私處會焗住唔舒服㗎，有機會會出現痕癢問題咧。呢個時候 IC Expert 嘅男士私處呵護噴霧就可以迅速解決呢啲問題。除咗可以殺菌，仲可以令悶熱嘅私處瞬間變得清爽乾淨。用法係距離陰囊10厘米噴灑啦，每日最多可以使用2到3次，等佢自然乾即可，無需過水。注意不適宜沖涼之後即刻使用。